今日同大家傾下點樣可以揀到一個好單位。以下呢5種戶型千祈唔好掂。第一個就係黑廚黑廁嘅單位，即係冇窗嗰隻啦，真係唔好買啦。點解呢？首先牆身同櫃一到回南天就容易出水，又難打理，採光又差，成日要開燈，電費都貴啲啦。通風更加係一大問題，尤其是廁所冇窗門，嗰陣異味真係好難散嘅，人喺裏邊去廁所都唔舒服啦。長期係咁，對健康都有影響啊。第二個就係戶型唔方正，奇奇怪怪嘅，真係要小心啦。例如多邊形啊、多角形啊，呢啲單位裝修起身都頭痛啦。唔方正嘅戶型連放家私都唔知點辦，而且利用嘅空間率又低喎。明明面積唔細啊，但係實用面積分分鐘仲少過個廁所。第二日你出手嘅時候，買家見到會覺得哇，呢個單位奇奇怪怪，床都唔知點擺喎，轉頭就走啦，拜拜都唔講添啊。第三個，房間多但係洗手間得一個嘅單位呢，真係要諗清楚先好買啦。例如3房同4房嘅單位得一個洗手間，朝早一家人爭廁所都爭到崩潰啦。尤其是係老人家同小朋友嘅更加唔方便，所以洗手間數量係好關鍵嘅。3房或以上嘅單位最少要有2個洗手間，生活先至會方便舒適。第四個，正北朝向嘅單位採光通常比較差，採光同朝向真係好重要。正北單位冬天比較凍，陽光直照入屋嘅時間又短，屋企容易濕氣重。記住，朝向主要係睇客廳同主人房嘅朝向，向南向東南最理想，光線充足又通風。理想嘅戶型其實有幾個條件：方方正正、南北通透、客廳飯廳相連、動靜分區，即係睡房同客廳之間有緩衝，唔會一開門就見到張床，乾濕分明。廚房同廁所遠離睡房一啲，明廚明衛，最好係兩邊有窗添。如果符合以上呢啲條件，呢個單位已經有80分以上，絕對值得入手。你依家間屋究竟係咩戶型呢？覺得好唔好住？歡迎喺我哋評論區留言，大家可以幫你間屋打下分，參考一下。